金门贡糖，互你袂过节。真侪人拢捌去金门做过兵，要转来台湾的时阵，定着爱炸的伴手，就是金门的大壳酒甲金门贡糖。金门贡糖听讲原来是中国明朝时代闽南官员对朝廷年节的贡品，是甜料内底上界赞的点心。后来才为厦门传来到金门，遐真侪饼店拢有伫生产。其中人客上界喜意的就是民师伯贡糖本铺制作的产品。传承民师伯贡糖家业超过100档的陈金庆先生，伊是第2代，伊有真深的乡土情，伊坚持遵照古法，用手工制作。伊讲制作贡糖的秘诀，就是用金门在地出产的土豆，先炒过了后，掺洋过的麦芽糖糕，做土豆糖。炭烧的时阵，落去炕，做成土豆酥，再搁经过包压、底、粘、包装的手续，变做非常好食的贡糖。食起来松搁酥，甘甜搁有香味，这正是民师伯贡糖的特质。讲起来嘛真奇怪，仿制能力真强的台湾，甲山寨版满世界的中国，各种名产便若饲草好，免偌久就会出现假爆的，逐位就买会到。独民师伯贡糖，就互你袂过节，搁较安怎假，你就无法度。所以伫甜料的点心当中，一直拢是一粒一的。自1949年以来，捌得过国内外济的大奖。作者陈宪国。